澳門輕軌公司公布2024年度營業報告，輕軌總收入達7.7億。哇，犀利啊！收入7.7億喎。不過據其公佈顯示，舊年輕軌嘅總載客量為537萬人次，而當中票款收入隨客量大升而增至2773.9萬元。呢個有啲奇怪吧？輕軌嘅車標收入僅為2773.9萬蚊，連7.7億嘅零頭都冇。原來輕軌仲有第二大收入來源係銀行存款利息，收益達5202萬元，比車票收多近1倍。但係即使呢兩項收入加埋先至僅係7.7億個零頭，咁其他嘅錢點樣嚟㗎？原來輕軌第一大收入來源係特區政府給予嘅財政補助，達到6.78億。同現金分享掛鈎計下，按今年預算嘅現金分享係73.6億嘅標準計算，以6.78億計，即係全澳永久性居民被攤派900幾蚊，而非永久性嘅居民呢，亦都被攤派500幾蚊，先至湊足6.78億俾輕軌。唔怪得人人都話澳門真係人傻錢多。據講，澳門嘅巴士每日載客人次咧都有50-60萬嘅，有時偶爾甚至係高達70萬，亦即係話輕軌全年嘅載客量等於或者係低於巴士10日嘅載客量。而全年嘅巴士補貼只係10億左右，但係僅有3條嘅營運路線，總長度為16.3公里嘅輕軌，公帑補貼卻係6.78億，接近70%。輕軌真正成為澳門公帑嘅其中一個無底深潭啊！隨住輕軌嘅建設同埋延長啊，有人話當輕軌交通日趨完善，網絡起好方便載客，經濟效益就會慢慢體現。換句話講，第日會唔使虧損咁多。但有人話唔係，隨住輕軌嘅建設同埋營運路線越長，唔計建設費，單係營運費都會越趨增長，即係話輕軌交通越完善，蝕錢會越多，未來政府嘅補貼就會越多。唔知節省咗嘅10幾億現金分享用嚟補貼俾輕軌，算唔算係官員口中嘅用於增民生福利呢？暫時講到呢度，拜拜。